呢，警方咧查一台可疑的 BMW 修理车，嫌犯先假作为配合，煞摕假的身份证。这不是你，我再说一次。那是什么？不是。就伫这个时阵，嫌犯向大油门对头前冲。民警随对天顶开枪示警，请求支援。自监视器画面看到嫌犯用上老炮甲警用机车弄倒，甲车门有条的细叶的民警嘛，互车拖咧。事发地点就伫新北市新庄的中港一街，附近的居民看甲拢惊一跳。撞他的车子，他叫他停下来啊！我很害怕，我一直发抖我到现在还在抖警察把他车门打开，驾驶座打开，还把他拖下车，他马上车就加速的冲出去了。冲出去，警察把丢掉了呀，丢掉然后被拖行。那个警察就喷出来了。细叶的环境，倒边的骹腿，佮有身躯拢有着伤，正手嘛有着伤。不过好加载送病院治疗了后，无上严重。另外，嫌犯驶车驶2公里外，上尾也甲犯案的车辆等伫新庄的中信街，然后就落车走去。目前警方已经锁定一位20外岁、有早期洗钱前科的姓潘嫌犯，目前嘛当咧调监视器，要尽全力来抓人。